人比较怕用猪油嘛，可是我觉得用猪油的话，它比较古早味啦。对对对，比较传统的味道。制作客家传统油葱酥，林玉娟坚持古早味，选用温体猪来炼制猪油拌香，用慢火让猪油融化，逼出香气。这是炸红葱头背后的成功配角。纯手工去红葱头外皮，费时又费工，但是要做出客家油葱酥，这个步骤绝不能少。我们就是会剥得比较干净啊，像有些人的话就是头尾去掉，有的甚至就是它整个就下去炸了，皮啊干干的啊，其实吃起来的口感都会有差，而且它炸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烧焦就可以了。切好的红葱头配上高温猪油，会有什么变化？鼻子马上就知道。有一次我在炸，我们小姐说：“你们刚刚有看过一个超市吗？”我说在那边就是这股红葱头香气，让客家人喜欢用它来拌香，更凸显出客家菜的精致。因为客家人很喜欢爆香，他喜欢用比较多那种虾皮呀、或者说那个虾米呀、然后去爆香。因为客家菜是比较有它的味道是比较有层次感的。林玉娟现场示范一道客家炒米粉，传递秘诀。首先将小虾米爆香，等香气出来后，放入绞肉、香菇快炒。这时可以先加少许盐巴、胡椒粉提味，再放入葱拌炒，高丽菜随后加入，再加适量开水以及红萝卜来配色，最后才能放米粉快炒。等水吸干之后，撒上红葱头。客家传统炒米粉大功告成。虽然红葱头只是提味用，制作时也不需要什么精湛的厨艺功夫，但看在林玉娟眼里，这滋味很怀念，赋予了传承使命。我只是在做一个传承的动作，就是把这些好的手艺呢，就是继续流传下来，不要失掉这个味道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很自豪的觉得说，我真的可以保有妈妈的那个味道，母亲的味道怎么也忘不了。林玉娟自己动手做，将客家酱料商品化，让客家菜能延续下去。猪油的香气替客家菜打底，红葱头的韵味做客家菜灵魂。一勺油葱酥是客家妈妈的回忆，也品尝出感动时刻。